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2021年1月14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9篇第1节到第6节，13到18节，士师记第2章第6节到15节，哥林多后书第10章第1节到11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主的道路。咱的道路到底是甚物货？咱的道路阁是要安怎行？还是讲上帝的道路是甚物货？咱真侪时阵伫咱的人生的过程的中间，会拄着困难，拄着困境，咱讲无路通行啦吼。这个时阵要安怎看待咱的道路？有一句俗语话讲吼，山袂长势啦吼，咱路会长势啦吼，山不转路转啦吼。那安尼到底是要安怎活吼？这是咱重要的人生的功课吼。士师记也是讲旧约的记载是咱常常看到以色列人伫拄着困境也好，还是讲进入一个新的环境也好，总是会受到影响。伫拄着困境，还是讲拄着试探的时阵，就离开上帝的道路，去找找家己认为是对的道路。但是咱毕竟毋是上帝吼，所以有当时咱家己选的道路是危险的，只是真困难的啦吼。即段时间，真侪人在问牧师讲，这个武汉肺炎这个疫情吼，到底上帝旨意是甚物货啦吼？但是基本上呢，牧师的看法是安尼啦，就是讲伫这个时阵要去讨论上帝的旨意。这种的世纪大灾难基本上是非常困难啦吼。好那参像伫二次世界大战的中间，有侪人会去问讲，为什么上帝伫倒位啦吼？也是讲前无偌久的时间，伫 IS 的攻击的下面，有真侪的受难者、受难的国家，咱嘛会去问讲为什么啦吼？也是讲伫911的这个攻击的大灾难中间，日本的大地震，这个核能的这个灾难啦吼。这中间咱拢要去问讲，上帝旨意是甚物货时阵？甚至捌听过迄阵伫咱拄着南洋的大地震，迄个厝仔面的时阵，就有人咧讲，迄就是遐个国家吼，拢无信主啦，毋是基督教的国家，所以上帝刑罚啦吼。那这敢是咱要去问上帝旨意的目的吗？迄敢真正是迄个结果？咱咧讲的是上帝的旨意吗？其实较重要的是，伫这个中间，咱要安怎学习，继续来跟对上帝的脚步，行伫上帝的道路，这个是上重要的事啦吼。搁较进一步来说明，应该是安尼讲，就是讲，咱要安怎伫迄个困境的中间学习，搁较倚近上帝，倚靠上帝，搁行伫上帝的道路，无离开。我想这较是重要的功课啦吼。如果咱若讲拄着困难，咱就去想讲，这上帝的意思是啥？咱就转弯吼。咱讲山不转路转嘛，就转弯。咱若拄着塞车，就弯。咱是要踅偌久才会到咱人生的目标呢？咱的人生的道路有可能比这个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吼，搁踅搁较久，搁害啦吼，可能毋当踅40冬尔定啦。伫经文内底，咱看到以色列人因的问题，因进入伫迄个迦南地，约书亚叫因安尼四散吼，去逐所在。了后伫11节，咱看见讲以色列人惊耶和华看做歹的事，去服侍巴力，去杀因列祖的上帝。耶和华就是带因出埃及地，去对别的上帝，就是四围遐百姓的上帝跪拜因，来遮耶和华会大受气。因也去杀耶和华，去服侍巴力甲阿斯塔洛。这拢是迄个迦南地的神明啦吼，迄个偶像吼。以色列人直接去到遐了吼，
中文讲鸟兽散啦吼，就家己去找食的吼。对啦，上帝互咱有家己选择的自由，咱所谓的自由意识啦吼。但是人总是掠做讲我有权利，所以我就会当说凊彩安尼行，凊彩我袂选吼。基本上这毋是上帝的旨意啦吼。上帝互咱自由意识的目的是要爱互咱伫家己的意识内底决定来跟对上帝的道路行。哦，无需要去要讲上帝旨意是啥物货，但是跟对上帝却是上帝不变的旨意。无论咱去到倒位，无论咱拄着啥物境况，保罗甲即个哥林多教会所讲的话，讲会当顺服基督、顺服上帝的性命是上帝所欢喜的啊！哦，这是保罗对这哥林多教会提醒。咱家己选择离开上帝的时阵，咱就必须爱去面对家己选择的后果，甚至爱面对上帝的刑罚。咱头前牧师咧讲着讲，无需要去想，无需要去问，无需要去要上帝的旨意到底是啥物，特别是咱拄着武汉肺炎吼，并毋是因为无信心。咱是圣经甲咱讲真清楚，今仔日圣经诗篇139篇讲耶和华，你已经监察我，你已经捌我，我坐落去，我爬起来，你拢知。你对远远知我的念头，我行路，我倒伫眠床，你详细知。我一切所行的，你也深知。耶和华，我的嘴所讲的，你无一句毋知。你伫我的面前，伫我的前后来为我，换手伫我的顶面，即款的财物奇妙，我袂话测度，真悬我袂话讲。所以上帝的旨意，毋是你去问就会知影啦吼。也是安尼讲，就是讲，牧师建议兄弟，咱只要专心一意来跟对上帝，无需要问上帝的旨意啦。咱换一个角度来讲啦，就是讲，即使你去问上帝的旨意问出来啊，你是安那要决定要对也毋对吗？无可能嘛吼。所以咱讲做基督徒，就是讲爱坚持跟对，无论上帝的旨意是怎样，无论咱拄着环境是怎样，咱来学习专心一意来跟对，亲像约伯共款，这是非常困难的。这毋是无信心，这颠倒爱搁较强的信心才做会到。是毋是安尼？所以咱需要加油。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1月14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9篇第1到第6节，13到18节，士师记第2章6到15节，哥林多后书10章1到1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主的道路。我们的道路是什么？上帝的道路又是什么？那我们如何去选择我们的道路呢？很多时候我们在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遇到了一些困境的时候呢，总会觉得说，哎呀，我无路可走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如何看待我们自己所面对的道路？有一句俗语这样说，山不转路转。好像是非常潇洒哈，你不转我就来转这样子哈。但是问题是我们要如何转？这是对我们来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功课了哈。士师记或是旧约的记载当中，我们时常看到以色列人呢，在遇到困境或是进入一个新的环境当中，他们总是会受到影响，或遇见困境，或遇见试探而离开上帝的道路。他们想说，用自己的方式去决定对自己好的道路，就这样子走了。但是毕竟呢，这终究不是人，不是上帝嘛，哈。所以我们自己所选择的路，通常也很可能是危险的。
那最近就是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有许多人在问，在武汉肺炎的疫情当中，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基本上要去讨论上帝的旨意，特别是在这个面对这个世纪大灾难的这个当中，有一点点像是在二次世界大战里面的，比如说犹太人也好啦，一些受难的人也好啦，或是前几年在 IS 的攻击之下，有一些受难的国家、受难的人民，他们被虐待，他们也在问这样的问题。或许是在911的这个攻击里面的大灾难，台湾的921啦，或是日本大地震这个核能灾难这个当中，我们就问说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其实是很有困难的啊。因为很多事情其实基本上是有很多的面的哈。那这个当中，牧师认为去问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不比在这个当中去学习如何继续跟随上帝的脚步，走在上帝的道路来的重要。更进一步的说明，我们或许应该是这么说了哈。在遇到这样的大灾难困境的当中，我们应该更学习如何紧紧的跟随倚靠上帝，走在上帝的道路不偏移，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功课。如果说我们一旦遇到了困难就转弯，我们如果以开车为例了哈，我们一遇到塞车就转弯，遇到红灯就转弯，那么我们的人生道路可能就会比这个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来得更糟糕，绕得更久，可能不止40年啊。我们用今天的经文的来一起思考，就是在士师记的经文里面，从11节开始，他这样说：后来以色列人呢，他们得罪上主，开始拜巴力，他们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的上主，他们祖先的上帝，去祭拜别的神。就是他们周围各国的人所拜的神明，他们激怒了上主，他们离弃了上主，去拜巴力跟亚斯他路。这一些其实就是迦南地的这一些神明，这些偶像崇拜。那以色列人呢，就这样子去到一个新的地方，他们就这样选择了去拜这一些神明。上帝给了我们自己选择的自由，就是所谓的这种自由意识。但是人总是以为说我有权利 I have right 那就随意而走。到底是应该这样子吗？还是上帝给我们自由的意思是什么？基本上这不是上帝的旨意，让我们随便走啊。上帝希望我们能够在自由意识之下，自愿的、自动自发的跟随上帝，走在他的道路上面。虽然我们说不需要去猜想上帝的旨意，但是我们非常明白，跟随上帝却是上帝不变的旨意。能够愿意顺服基督、顺服上帝，这样的生命是上帝所喜悦的。这是我们从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的提醒看到的。我们自己选择离开上帝的时候，就必须要去面对自己选择的后果，甚至要面对上帝给我们的惩罚。前面牧师提到的，不需要去猜想上帝的旨意，不是因为没有信心，而是说这个做法，这个猜想并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在建立信心的事情上面。圣经明白告诉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诗篇139篇，他说：上主啊，你洞察我，你认识我，我的一举一动你都知道，从遥远的地方你也晓得我的心思，我工作或休息你都看见，
你知道我所作所为，我没有开口，你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你前后左右围绕的我，你用你的能力庇护我，你对我的认识高深莫测，不是我所能理解的。因此，牧师建议兄姐，我们只要专心一意地跟随上帝，无论遇到任何的状况、困境，我们不需要去问上帝的旨意。换个角度来问啦，就是说，万一我们问出了上帝的旨意，那我们要怎么样？要决定跟不跟吗？不可能嘛。用信仰的角度来看，我们就是要跟，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境。所以我们要学习的是专心一意的跟随，如同约伯一样。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我们知道，但是需要非常，或是说相当坚定的信心才能做到。我们一起努力吧。